相信真个乡亲捌坐过飞机，坐飞机有真侪人爱坐伫稻城门边即个位，因为讲安尼较快。要无一日这位虽然有较快，真正发生意外时，都要协助其他的人客稻城。这个稻城门嘛袂使凊彩开，金门航空站伫一礼拜内，就连续发生2件人客家己开这个稻城门的代志。这毋但害飞机呢，爱差不多前1点钟以上，当事人嘛因为安尼违反着民用航空法，上界悬有可能会罚5万块。旅客报道准备登记前往目的地，但金门航空站选伫一礼拜内2次发生稻城门被乘客拍开意外。10月30日，一架金门往台中的班机起飞进前63岁单身旅客因为好奇将稻城门拍开，过无几天，10月初4，阁有一名56岁林姓旅客对高雄飞金门，飞机降落了后，以为稻城门就是出口，想要赶紧落机，这门一拍开，影响到全机的飞安。那是整个飞机呢？不是你一个人呢。火车啊、客运上面都会贴那种标语，我不信说大人看到那标语还是想要去碰它。到底为什么无过漂越提醒，也是要开咧？警方嘛针对疑点追查。依照民航法，那个误开这个安全系统的话，是可以开罚1到5万。所以开启舱门除了会被开罚上悬5万，机长嘛甲所有旅客拢请落机，顶早舱压的测试，延误起飞的时间至少1点钟。立营航空嘛透过声明，讲会加强飞安的宣导甲防范，但是对着违反飞安的事件，一律由航警依法处理，而且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。希望民众爱遵照机场服务员的指示，来共同维护飞行的安全。